中国电动车的大厂比亚迪传出想要拍台湾市场，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嘛证实讲有联络过伊哦。杂志阁标讲哦，比亚迪透过代理商泰国汽车，请立法院高层的幕僚食饭。有访翕到立法院总务处长廖忠志是表示讲，这是下班时间朋友的聚会，无违反规定。泰国汽车是还未回应。 中国电动车的龙头比亚迪，伊介绍前拍入全球版图，2024年的全球销量到427万台，营收突破1070亿美金，第一摆超过特斯拉，变作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之一。传出刷落来要入来台湾。根据《今周刊》爆料，7月28号晚间，比亚迪的台湾代理商太古汽车就在这间台北知名的餐厅夜宴了立法院高层，包括总务市长廖炯智以及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的幕僚等人，疑似想透过游说立法院来松绑经济部的相关规定，让比亚迪能够大举进入台湾。大家早。好，大家早啊。下班后那个朋友临时约嘛，那约去了以后，就是这边闲聊而已，没有业务往来，没有承揽关系。那至于这个车商内部的事哈，我们不好涉入啦。那些我们也不认识啊。廖经志强调讲，无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也是大线这问题。但是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调委柯志杰证实讲，泰国集团想要代理在泰国生产的比亚迪电动车，佮积极和伊联络。 确实曾有人接触过我，我也以时机不适宜婉拒。比亚迪大多数的车款拢有配置会驾驶系统，立委嘛质疑讲，有联邦功能的车拢有资讯回传中国这种漏涉的疑虑。中国这些车国防验证讲会当用联邦的功能完全控制，对可能造成个案问题，包括经济部、交通部拢唔敢代意。 这些车进来之后呢，因为它有一定程度联网的能力，加上它电池啊等等之类的问题，这个呢会有一定国家安全的疑虑哦，因为毕竟这个车子进口呢已经被卡住了哦，被经济部、被行政卡住了，他们想要绕道借由立法的一个方式。以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来讲，国贸局这边是禁止大陆很多的东西进口的。台湾目前的法规是禁止中国车归车输入，进前传出比亚迪想要泄露对泰国厂生产地入来台湾。经济部表示讲，若是确认是违规转运的行为，会采取4大反制措施，包括进口量的监控、加重处分，违者上悬会当罚300万，而且有可能限制进出口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